香港朋友仔，你揸住10零萬咧，喺香港連廁所位都買唔到。咁咧，你揸住10萬喺我哋中山嘅一個城區，可以買低我哋嘅身後一個3房嘅豪宅單位，而且係1000尺豪宅啦。咁睇翻呢個園林綠化都係非常之靚仔嘅。咁呢個屋苑咧，20分鐘可以去到我哋中山嘅一個中山站同中山北站嘅。咁啊，50分鐘都可以去到新東通道嘅一個荃海灣地鐵口嘅。咁住喺呢度，而且住人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啊，跟住我哋鏡頭睇睇你嘅屋苑係點樣嘅。咁啊，上到單位啦，朋友仔，呢個係一個3房2廳2衛嘅一個南北雙陽台嘅報告，115平方嘅1000尺豪宅單位啦。咁呢個陽台都係個半縱送俾你嘅喎，可以望出邊陽光。咁呢個單位採光通風都非常之靚仔嘅。睇翻我哋小型廚房可以放單明嘅冰箱，非常之實用。呢個單位嘅衣食住行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，行樓5分鐘嘅話就有中港直通巴士車嘅，咁去到屯門啊、荃灣、太子嘅，咁開車10分鐘都可以去到我 shopping mall 嘅大潤發超市嘅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，佢哋20分鐘嘅車程可以去到我兩地一個濕地公園嘅，一個樹木園，第二個係一個金鐘湖公園嘅，係我哋嘅中山香港人退休嘅養老首選嘅。咁啊，首期12萬就可以上車我哋呢個單位啦，月供只需要3000蚊，依家落訂加3萬可以浸上一個產權車位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香港朋友仔，嗱聲私信3年啦，我 send 資料俾你。